后来继续来看今仔日是医护人员，这个治新冠病毒的预防射的第2天，这个注射状况真顺利。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讲，昨全台湾有1578个人来注射，敢若接到一例非严重不良事件的通报，是发烧甲疲劳的症状。大部分的医护人员拢讲，注了无啥物感觉，甚至比注流感还佫较袂痛。也毋过医生来提醒，有一寡人袂当注这种的预防射哦，像对这个疫苗成分过敏者，还佫有注第一剂出现着严重过敏者，以及18岁以下未成年者。另外，还佫有一群人暂时先莫注，像当咧发烧的，或者是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，还佫有当咧食片用药啊，或者是接受着荷尔蒙治疗的，拢先莫注。趁休假，医护人员赶伫咧注疫苗的头1天就来注，像比起来无到30秒就注好。比一般的流感还不痛，因为我们在最前线啊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疫苗。还好啊，没什么感觉。来注射医护人员拢真有信心，即马嘛无传出有副作用。不过根据国外注 AZ 疫苗统计，注射部位会痛占54.2%，人感觉神仙超53%，头壳痛52.6%，其他包括筋膜酸痛、胃寒、关节痛、别拢有。医师特别提醒，有伫咧食片胎药啊，或者是荷尔蒙药啊治疗的女性，建议先莫注。口服荷尔蒙会可能有造成血栓的这个风险哈。那当然，在这样大家都恐慌的情况下，以这一类人暂时我们不建议施打。另外，有伫咧食抗凝血药的人，下注完爱加持2分钟，避免互注的部位大量出血。不过疫苗开始注，麻烦到敢会因为注疫苗了后，防药就放风。就这预防针2剂打下来大概只有大概60%到80%的保护力并不是100%。但我们强调是这个集体的免疫力。喙暗、酒精，拢爱早伫咧身躯着，同时嘛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。若是发烧超过48点钟，或者是出现严重过敏的反应，像歹喘气、规身躯起疹膜，一定要紧去找医生。